米高呀。老米高的这过来，嗯。老米他的就做的了喏，米质包袋子哇，老米那袋子呀。哎。拉姆米呗，那法国呗，开的嘛，考虑搞了大呗哟。就搞了，家都没家呗，把当俺去的木个，就搞了的去接嘞，家都家呗哟。这个俺去找毛呗，去这个还不靠下呗哟，是别怪下，了古怪了还把下，的怕跌呗哟，去的帮俺去搞了呗哟，嘿。Kalau sepuh, lah tanah, selalu lisi, leo menteri, le ngahu tipa, tapi yo sepuh ka tolave teni ala gawe, omi mak dono ko me, jujawa ya ni, kada cha. 是嘞，老米高边咩？老米个个地排哟，啊米哈讲个去就搞路哈哟，啊这来也上哪还把米好改多不？就搞得卡嘛改些他家都家大嘞，改多，我还车哟，下楼里是个后脚咯，米哈。老会了嘞，这嘞，俺去对门排位哟。Lave kalau kalah yo. Chi hồng con mẹ tiếp bỏ lên
是不，修马干后个搞外面累，这边几乎为主路。是说把那位好路过，超过都不记了，我那跑路带车没有。就对他大卫他让毛有，路那个他们陪路的嘛，OK， 七月陪没有，七月窟窿而你的他那后面拉着吧咯，来就下的嘞不大卫他让毛有。太米来，这个吧，这个不这个，这里都这个有。刚才的爱国方面啊，那肯定是往往很第二场这一种刚才的活动好，希望大家哈高飞英语。
开心中华有秘方，海马加冰不停喝，为了早日奔小康。海马加冰不停喝，为了早日奔小康。各位，别恭喜别恭喜，能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也是一份很荣耀的工作嘛。好吧，那现在就开始吧。我们想了解的是你们60年来的巨大变化情况。哎呦，记者同志啊，这丰裕60年的情况，恐怕是3天5。是好样！我们人可以多少？协议大道不失望，各种民族共相处，团结和谐去浪潮，区域面积也较大，是欣赏游子的好地方。平常风雨来气爽，那些地方还要广。报告。
说娘声，你能呀如骑马流，无福把福骑马流，说话说你该不来阿妹不你把给嘞，你不阿妹把给嘞，你那的嘎嘎自由，你不的你那的美国，两不给美国，两不不打的每个人也都把心扎大来，你那累累痛，我们切罗美。轻轻地吹过来，手拉手在月光下，姑娘像火星下雨，歌声老人唱不去，天亮之后更多东西山西都在里边吃，千言万语说不完，良辰美景在何日？走的时光如流水，花开花落时，几度夕阳红，眼泪流下来，可是再见面，但愿我们的真情到永远。匆匆的时光如流水，花开花落时，几度夕阳红，眼泪流下来，可是再见面，但愿我们的真情到永远。好像有点麻烦哦。对，比较累。哎，这个比较烂，比较那些，好像过大胆的第大黑这个，好像好像了，原本，人家把这搞好在那，好嘛，越来越。
我错八河，我喝的。两天来，拉茶拉胡子，自些车里为考几科。你后来第七些课为阿婆阿罗你没有？国家名位，全国人大名位为1888。12课为1888，12课为1888，如何那个为？我和哈雷家，你妈国家，我不小家。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父老乡亲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昌拉祜族自治县建县60周年暨朵朵浪花携来，我们把古茶山缕缕醇香采来，我们把快乐拉祜的美妙旋律捧来，献给您。在这春风送暖、歌舞欢唱的时节，我们相聚在美丽的边陲小城。一只神奇的葫芦，一个美妙的传说。一个古老的民族，一群葫芦的儿女，公路射开生活的路，衣袖牵着游历的万水千山，从悠远的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
寻找一片阳光的热土。这就是马后族起源迁徙的神奇传说。请欣赏第1章《岁月足迹》。
人民政府全侧全力，一心一意谋发展，绘就拉祜山乡的美好蓝图。60年来，一直引领全县各族人民为建设美好家园而努力奋斗着。特别是进入21世纪，澜沧县委县人民政府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澜沧，先后提出了以拉祜文化兴县、拉祜文化名县的发展战略目标，倾力打造拉祜文化品牌，打造7个亿精品工程、6抓6促进等这些发展战略目标，把现实性和前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澜沧县民族文化事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芦笙悠扬庆富足，山歌嘹亮送档恩。60年的耕耘之路，憧憬着美好的梦想。60年的奋斗旅程，收获着沉甸甸的果实。麻栗花开，幸福来，拉祜山乡气象新。接下来，请欣赏第2章《春华秋实》。
小桥，风为竹水风又轻轻地摇，书声冷冷窗上摘，姑娘笑或独夜笑，姑娘笑或独夜笑落尾。笑或独夜笑，姑娘笑或独夜笑落尾。呀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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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声懒懒窗上摘，姑娘笑或独夜笑，姑娘笑或独夜笑落尾。过2天就要参加妇女节的演出活动了，我们的节目要抓紧时间赶忙排了。队长，现在新派哪个节目啊？当然是新派阿哥，阿哥。文队长，队长。哦，你们都在这里，是要搞排练吗？是啊是啊，你们2个就是乡里倒数的2个记者嘞。对对对，我俩都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你们好，你们好。乡亲们，我先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艾滨江，从事新闻工作已有18年了。他呢，我叫付兰仓，从事新闻工作才有半年，还是个实习生。文艺队长，我们现在向你们采访，耽误你们排练，这合适吗？哎，别关系，别关系，能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也是一份很荣耀的工作嘛。好吧，那现在就开始吧。我们想了解的是你们60年来的巨大变化情况。哎呦，记者同志啊，这风雨60年的情况，恐怕是3天5夜也介绍不完啊！依我看吧。对，时间有限，谈不完。我看这样好不好？我们问什么，你们就答什么。好，你们事情我们干，有生事来有简单。请问自治县成立在哪一年？到现在人口有多少万？有几种民族同相处？区域面积有多宽？大题目不复杂，先与伙伴谈一谈。队长，你做到请你不应该嘛？把问里面往哪里放？你们几个先墨迹，有话懂得慢慢讲，先与他们做介绍，你们后面来帮腔。成立在53年，当时会址在主场，选出了新的李光华，民主干部史大强，在位34年中，竞争力结很能高，民主团结搞得好，无私奉献是好样。1万人口有多少？现已达到50万，多种民族同相处，团结
这道题目回答完。说得好，讲得妙，你们的回答我牢记了。下一道题是这样的，请你们男女都听好了啊。自从改革开放后，城乡有哪些新面貌？这道题目出得好，我们正要做汇报。大圈小在通公路，汽车摩托马上跑。大圈小在通公路，汽车摩托马上跑。农村建设搞得好，市政城市大飞跃。据说县城摸马大，虚线机关已建造。满户特色风情园，水库建成公园岛。我和民族大树下，栩栩如生姿态好。民族风格样八方，造型设计很巧妙。荷花新印速成印，化妆不前金光道。荷花新印速成印，化妆不前金光道。我的2号风光，彩灯响应银波上，引得仙女来相望，风水宝地人向往，养生天堂在浪潮，风水宝地人向往，养生天堂在浪潮，养生天堂在浪潮。两位记者啊，难得来，请你们去看看，多做指导。这次采访收获多，千里迢迢总算没白跑。南昌发展变化大，还请你们多介绍。各位记者，你们仔细听着。国情抗病日益高，日益高面条件好，农村老人你不缺，这样的好事哪里找？种粮免税农业税，多少朝代办不到。对对对，是多少朝代办不到，至于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党，说到做到，见成效。小孩读书没学会，适龄儿童进学校，义务教育开展后，彻底甩掉文盲帽，电气设备进万家，生活水平大提高。中央事业大发展，不顾本等乐滔滔，市场繁荣无品种，领导满目是不讲。你老乡一直的卖出入配置，那个钞票生意忙不忙？餐饮行业啊倒数，金光多的是你嘛。好多农民当老板，日子过得好逍遥，人生练歌天天唱，电视节目天天瞧，人生练歌天天唱，电视节目天天瞧。听了你们的介绍后，深港贵县的发展变化不得了。我们为你们县的变化受鼓舞，为边疆的民族振兴而自豪。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据说贵县的水电、林木、矿场、煤炭等资源也不少。新兴重点很多个，绿色产业是看家宝，千年万亩苦茶园，落脚都定站已建造，绿色基础已发电，强大的电流效益高，南山基产要修建，保护的情景更美好，南山基产要修建，保护的情景更美好，大家。我县5大战略目标很现实，各行各业都在加紧搞。你们的民族文化传承很不错，民族文化底子厚，能歌善舞，很活跃，人又热情、大方、朴实、勤劳。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家乡。明呀，会明嘛这个卡面要那对好啦。努力好啦，会明嘛这个更啦更最密哟。 少来这个喂，我个户外个孩子同我弟弟上，我两海，我们张哥，我们等等喂，我们后来这个啊，我两海想学惯了，东后等很等问，东后来这个喂，少啊你个，我变少哩，高个变毛哩噻，还比个双锅，变这些牛啊，还跟弟弟少哎少。 我
喜悦在各族儿女脸上荡漾。幸福的日子化成一串串跳动的音符，一首首激昂的山歌。节日里，我们尽情地唱，把激情挥洒出来。节
阿婆阿路过不大嘞，瞧得怕，我拉这边有。别考虑多一个考虑，我拉这边有。拉茶呗，拉糊涂那个有。拉茶了也一些那呗，没有，这不得嘞。那个到第二个来瞧，也一些冷钱没有。水饺、日本奖励、喜欢奖励，大人小孩都能玩的，动手又动脑的，全部都10块钱处理了。马虎阿婆路一块就好路拉的到底怕，也不要就搞路块来就对嘛的，以前没有，就可以到底怕才会有。拉虎块拉的对怕他，拉虎就冇看过嘞。拉长米，个滴滴跑路是个，我看过这边有，这个滴跑可以上啊，是个这个，我没得跑，你这边干看滴跑可以有。kaya katu lo cewek yo. Tapi siapa kaya lá cha lá hua của lục quay lô là ta lên cả tìm mua cho cả lô cho cứ là yo yo là thằng bà các khá sợ chỉ cứ là khá sợ ngã hơi cho cả là vì cho cả gà là vì tiền tha là hụt tiếp phá ta cái quay tiền lệ hay là vì thà ra mỏ yo chỉ là khó khăn là hụt khá phải yo tiếp bỏ cả hư xung quanh thế hải tụ lúc cái thế yếu
到哪里？是也好吧，个来。
我们来澳马港开塔，我他来我们来面对来大家陪伴有劲，我们来澳马港这个港开来，要为面对他地母拿出来澳马国家是必为劲，这样然后我们来澳马港可别地道你好你们。在拉祜人的传说中，
所有鸟类中，阿曲的羽毛是最漂亮的，阿曲的舞蹈是跳得最棒的。在一次百鸟聚会中，阿曲走在前面翩翩领舞，孔雀跟在后面，把阿曲的羽毛一个个采下来，插到自己的尾巴上，于是孔雀才有了一身美丽的羽毛。下面请欣赏舞蹈《阿曲与孔雀》。